大家好，我哋係基督榮耀恩語教會嘅一班年輕人啊！再住啦！我哋今日帶嚟咗幾首歌嚟俾大家，唔知大家喺呢一年嘅年頭有冇 set 一啲目標俾自己呢？相信大家都有啦。有係啊，啊！好多嘢我哋都好想爭取啦，但係其實我哋到底最想要嘅係乜嘢呢？上帝真係好熟啊！雞蛋仔，好，咁我哋第一首雞仔歌餅，要開始啦。我的乜對？要繼續嘅咩？我都未你行哋呢行緊啲嘢喎，sorry 咯。你可以我等你，你要聽到佢停緊先。哎呀！好心急啊！哎呀！冇心㗎嘛，冇心㗎嘛。毀滅咗世界毀滅。我完啦。你點解好痛啊？救命啊！我個腹好緊啊！你又係咁圈我唔記得又開始要做咩？做咩有咩再前個煙草咧？快啲煙草，嚟咯，再指唔使唔使。自己個繁星。到底我哋想要啲咩咧？煙草。哦，出事！我啱打你落晒面啲字。死啊！拉半邊拉。快啲瞓。我約要。你約二，你係約二。所以而家係由煙草煙草開始。係啊。佢講完。係啊，佢講完啦，有講完啦，講完啦，嚟啊嚟啊，你開始啊，你到底開始。想聽啲咩呢？直接來。我的心你當真敲，耶穌今天必拯救，別懼怕只光正待，我確信紅海必分開，你一次再一次演出你奇妙的作為，我記得你的恩典，我選擇相信你的愛，我的心你當靜候，耶穌今天必拯救，別懼怕只管等待，我確信紅海必分開，你一次再一次演出你奇妙的作為，我記得你的恩典，我選擇相信你的愛，從歲首到年終，你的夢必看顧着我，你必按時降春雨秋雨在我的身上，把你的信實存在心內，把你的恩典繫在手上，從昨天、今天到未來特別愛，意念以這路更多幫助我。但係今年一個月又一個月咁樣過去啦，時間嚟到5月嘅最後一日，2026年就咁就過咗一半啦。當我哋行入人群嘅時候，可能會發現身邊嘅人好似行得好遠，行得好快咁。但係可能我哋連聽朝要起身嘅力都冇，可能會開始咁懷疑自己嘅價值，懷疑自己咁努力到底係做緊啲乜嘢咧？
何時青春配上十屆，還被嚇壞，逃出去代價太大。常人只得一種注解，還誰死掙扎太自大，只能一敗。明白我們價值去未了解，要是不過全無人期待，無比與合作地轉動偉大巨輪，誰都不可。世界。係啊，點解啊？點解？點解得我一個做唔到啊？點解我咁辛苦啊？好多嘅點解，不如躺平算啦，瞓一覺，聽朝起身會冇事嘅。願意活到這刻，情緒亦慣了。如若再遇到痛苦，
一天我可還給你擁抱。係啊，可能我同埋你都唔係嗰個最耀眼嘅太陽，但係我哋亦都唔係我哋覺得我哋係嘅嗰個浮塵，可能我哋都係嗰一粒好唔起眼，但係好努力、好想發光俾人睇到嘅星星。即使係好平凡都好，但係我哋唔好因為咁樣就去到忽略咗我哋係閃緊、發緊光嘅事實。唔緊要啊，慢慢嚟。慢慢嚟。我哋俾我哋自己想像嘅入邊更加重要。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資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亦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？一朝得志便受煎熬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過，
冇人傾埋，會埋㗎啦。其實我一直都好想有人見到我係有價值，覺得我係值得嘅時候，都唔知可以點嘅時候，就係一把聲音去同我講話，我值得啊！就係單單因為我係佢嘅兒女，佢愛我就算咩都唔做都好，我都係有價值。其實都真係好難相信，但係就係有呢一位神，即係我哋嘅天父，佢話俾我聽，我哋係值得被愛。佢愛我哋，一直都喺我哋嘅身邊，從來都冇離開過。
歲手到sorry，我係醫生的愛